罗马字第3课，第一字暗，喙暗的暗，咱来看倒边迄字是啊，过来即字母音是所以读做啊啊到暗，喙暗的暗。过来即字呢，倒边迄字是伊，正边迄字母音是所以伊音乌音的音，声音的音，伊音，喙合开吼，即两字拢喙合开。过来即字啊，正边迄字是母音恩，读较紧就是安，平安的安，读较紧就是安，平安的安。过来即字呢，伊正边迄字恩就是因，咱讲原因因原因的因。过来倒边迄字是有，正边迄字是温泉温暖的温。过来，即摆遮呢喙爱大开哦，即个正边迄字是就是红，海红的红，嫁红的红。过来倒边迄字是正边迄字母音是读较紧就是会使讲读英国的英甲读较紧的英，就是会使读做英。好，过来即字呢，我有讲过哦，即字是毋过后壁有字爱变做乌到就是汪叫，汪来，好，咱呢佫讲一遍，后壁有即字呢的呢喙合开后壁呢有即字的喙爱小开，即字就读做安。后壁有即字的呢，喙爱大开哦，到好，咱讲到遮。